比拉多又走到外面，對眾人說：我把他帶到你們面前，好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。於是耶穌帶着荊棘冠冕，穿着紫色長袍出來。比拉多對眾人說：你們看這個人。祭司長和差役一見耶穌就喊道：把他釘在十字架上，把他釘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說：你們自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，因為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。猶太人回答說：我們有律法，按照那律法，他應當被處死，因為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。比拉多聽了這話，更加害怕，連忙將耶穌帶回總督府，問他：你到底是從哪裏來的？但耶穌沒有回答。比拉多說：你不回答我嗎？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，也有權把你釘在十字架上嗎？耶穌回答說：除非從上面賜下權柄給你，否則你冇權處置我。因此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大。從那時起，比拉多想要釋放耶穌，可是猶太人卻一直喊叫：如果你釋放這個人，你就不是凱撒的忠臣，凡自以為王的，就是背叛凱撒。比拉多聽了這話，就帶着耶穌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鋪石地，那地方希伯來話叫厄巴大。比拉多在那裡開庭審判他。那天正是逾越節的預備日，大約在中午12時，比拉多對猶太人說：看啊，你們的王！比拉多見再說也無濟於事，反而會引起騷亂，於是拿了一盆水來，在眾人面前洗手，說：流這義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們自己負責。眾人都說：流他血的責任由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承擔。於是比拉多為他們釋放了巴拉巴，下令將耶穌鞭打後帶出去釘十字架。